原住民部落的建筑代表因传统的文化，不过有一寡是年久未侵，破损是真严重，无符合建筑的法规，恐惊就爱互拆掉。台东卑南族的南王部落有一栋10外当前起的3层楼高传统厝，公所即马是认定伊是违建，要求拆除。不过族人拢希望保留，呼吁政府就要修法，互传统厝成做合法的建筑。这栋伫台东市金城北路边10多年前，卑南族南王部落用竹仔甲马草搭建的3层楼传统厝，即马已经破损，竹仔嘛含烧去。台东市公所认定是危险建筑，爱拆除，互族人正烦恼传统文化的消失。当初希望留下，但是也没有人说要去如何找机会维护它。我很怀疑这个政府到那个盖那么久了，还不让它合法，这是我们传统这个房子。台东市公所表示，因为这栋建筑物外观甲内部拢已经破烂，而且即马的建筑法规要求新建建物拢要符合政府的规范，不过也是会交由部落讨论，安怎拆除还是重建，拢会尊重部落的决议。透过公部门这边来看，能不能找一些资源来重新再修缮或是改建之类的。我们还是尊重部落，看要怎么拆，有部落的提出来的方案来做处理。那第二个就是。他的这个建筑是不是合法的，那我们是不是拆除了之后，将来走一个合法的途径？早期一寡原住民的部落，借文化习俗用自然的材料搭建的传统厝，也是瞭望台，因为风吹日晒雨淋，较会破损。不过征收了后也会使使用，只是即马受限的建筑法规，无法度得到建筑执照。部落族人是呼吁政府会当修订相关的法规，互原住民传统建筑甲工法的文化会当保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